上师，身于恭敬尘世时，何时一切亦不悔？三习之中修最生。所以三种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欢喜上师的方法当中来说的话，就修行的功德才是最为殊胜的啊。有时上师的行为显现不一定如理如法，无论是怎样的行为，应当了知都是善巧方面的行为，唯一观清净心。从前大智者那鲁巴已得大成就后，有一次本尊告诉他，你生生世世的上师是圣者帝鲁巴，你应前往印度东方。那鲁巴尊者立即启程奔赴东方，但是不知道帝鲁巴上师到底住在何处。问当地的人，都说不认识。他又问，那么在此地还有没有谁叫帝鲁巴呢？人们回答，有个以行乞为生的帝鲁巴，大家称他乞丐帝鲁巴。那鲁巴尊者心想，大成就者的行为是不定的，很可能就是他。于是又问，乞丐帝鲁巴住在哪里呢？人们告诉他，就在那边正冒出烟的破围墙里。他前去拜见，他前往而去，然后帝鲁巴尊者正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个装满了死鱼火油混杂的木盆，从中取出的每一条油都放在火上烤，然后享用。接着弹响指，那鲁巴上前顶礼，请求摄受。帝鲁巴尊者说，你说什么？我是个乞丐呀。那鲁巴又再三诚挚祈求，帝鲁巴尊者才摄受了他。这样的行为并非是帝鲁巴尊者因饥饿为得到食物而杀鱼，而是因为那些鱼是不知驱使之处的恶缘众生，他具有超度他们的能力，为使他们以他结上缘而享用鱼肉，之后将其神识移到清净刹土。哎呀，那么这个呢，就是帝鲁巴跟那鲁巴尊者的故事。那么这些可能也是曾经你们也是听过嘛，但是这些故事有的时候就是重复的听，也可以重复的想，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这些经典里面所讲的都是我们能够可以该做的事情做不到的时候，就如何去学习，如何去转变自己内心的坚固的这种执着要调服自己内心的方式。所以呢，就是在为了解脱而修持佛法的一个弟子来说的话，就依止上师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依止的上师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许多的各种各样的障碍，也是事实的。然后这些所有的障碍能够可以再去除，没有任何这些的违缘跟障碍，可以顺利得到成就，是一个非常难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非常重要。那么就像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巴智仁波切特别重视这些的故事，尤其还有我们的这个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也好，帝鲁巴跟那鲁巴尊者的故事，这些都特别重视，放在这个书本里面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我们这些着实众生烦恼重重，然后就内心并不调伏的情况下，那么就更容易能够调伏
内心。这些的故事，那第一呢，就是也可以针对看上司的时候呢，就是有各种的上司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跟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那个看出的一些缺点等等的各种各样，也是以这样亲近的心来能够可以调伏的话，就是可以有一种怎么说呢？自己心里就是可以有一种参考感，可以就是相当就是都会想为什么我要做到这样，为什么我就要这样去想等等，因为众生的内心是烦恼重重的，所以就是非常执着，而且是我执心非常重，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个为什么。那么在为什么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为了要解脱，为了要解脱的话，就必须得要跟过去已经解脱的这些高深大的上师善知识们的行为跟修持的方法来学。那么就要跟他们学习的话，那我们必须得要知道他们的故事跟他们的过去的各种各样的那种修持的过程，事实发生的一切道理，一切事情。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就今天我们在学习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就看到对罗巴尊者跟那罗巴尊者这些的故事的时候，那我们也是如实的去学习。那这些也并不是说是平常，如果是说一个人一个上师对一个弟子这样讲的话，如果是有10个弟子，同样的就是一个上师对10个弟子讲的话，也许可能是其中有一些弟子就会上师他是不是一直这样讲，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就是对他要有很大的功德，然后我们都必须得要为了要他是不是为了我们都一定要听他，所以就一直都是强调这些，会有这些想法。那么这个也是没有错。那么上师的目的呢，当然就是一定要听上师的。这个来说的话，就是那么就是起心动念是必须得要度化，必须得要救，必须得要怎么说呢？那个让你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让你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的话，那么弟子必须得要听上师才是有办法的。就像前面所讲的医生跟药跟病人的关系一样的道理。那如果是你就是往往没有办法在好的方面去想，一直都是只想，那就是我听上师的话，上师他自己可能是得到一点点时间方面的一些好处。你只有这种的发心跟只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呢，你的想法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办法与上师的发心一致，所以呢，就是你只能是得到这种的成就。那你也是一直上师，也是可能也许你从上师身边得到一点点时间法的一些帮助。如果是没有得到的情况下，那你一直上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得解脱，一直是或者是说对佛法上面的帮助跟对佛法上面的利益是你是根本得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你没有这个容器。本身的起心动念是不正确的，所以你根本就不会得到任何的利益。因为就像一个怎么说呢，那个漏底的一个容器，你就是接了多少的汁液，但是都全部会漏下去的，一个都不会存下来。或者是你今天如果是看什么地方有一个非常殊胜的怎么说呢东西可以享用的甘露，你就是带着一个有毒的容器。那么就是你把甘露装在毒里面，你敢喝吗？不敢喝，喝也不敢喝，喝了也是不会是什么好的。所以就像这样的道理，所以最主要呢就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自己的身苦于三门调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三门没有办法调伏柔软，然后一直都是变成只是坚固的一个木根一样。那么我执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在降低的情况下，那么今生一直上师的利益就是并不大。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就是这里一直讲，就是在这个普贤上师演讲当中也好，所有的一些这种修持的过程，都是有一直上师的跟这个上师的方面是讲的非常细。
原因都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关键。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密宗的对上师产生任何信心的情况下，想要得到成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自本作人着空着我